云林海口地区的配电设备因为环境的盐分真悬，所以物件是真高歹。台电维修的卡手阁真欠。最近云林的台电就增加19个电力维修员，其中有一个完全无经验的女性。伊希望讲经过半冬的训练，伊嘛会当来乘做正式合格的技术员。不管是被电火调整的器材准备、安全措施的确认，每个步骤拢做真落实。过去重视台电外包能力，电脑资料处理员梁亚婷，可上台电的新进人员，先经过半年训练，所被电火调配线顶课程，近期分发到云林区处进行半年的教育训练。跟着在高训啊，然后就是有完善的一系列的那个受训培养，从一开始，然后会做一些体能。我觉得爬高这一块需要克服，其他是还好。对，因为我也是会跟着爸爸出去帮忙。梁婷表示，伊自细汉就对着爸爸工课，所以成员训练时真紧就上手。但加悬搁要爬到离地面8到10公尺作业，经过3个月才慢慢适应。近期云林区处嘛安排新分发学员到云林沿海进行爱池的经验，以增加实战经验。他的爬杆速度跟他装板学习的速度，我觉得都跟男性旗鼓相当。女性同仁在做的时候呢，只要能够通过这个巨高的一个考验呢，它其实也不输给我们男性同仁的一个工作表现。台电云林区处表示，云林沿海因为受到东北季风的吹袭，多年以来配电的维修人员需求多，为了保障技术人员退休等能力不足，这届新进人员19名，部分查甫查某只会当通过充分的教育训练，就当成为合格技术员，互维护配电设备作业更加顺利。记者王云林报道。